致辞就是，其实我想的最后都没有讲，所以我就打在我的 IG 上面。对，但我已经改过很多个版本，就是我以前，反正我洗澡的时候就会一直讲，然后我妈就会敲门说你在跟谁讲电话，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在练致辞啊。她说哦好啊，那你继续练。那症状持续多久？最少有5年。对。所以今天这个画面其实你已经演练过很多次。演练过很多次了，只是真的到那天的时候还是很不一样。会常被认为你是女生吗？已经不是常了，大概是100%。反正就是我只要有出门，我没有预设别人开口会叫我先生，反正叫妹妹、小姐都是意料之内的事情，所以我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唯一的可怕的就是，如果我去捷运，然后真的很想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很不想走进男厕。对，因为走进去就整排的人都在看你尿尿。那你怎么办？所以你会去女厕吗？有试过一次，然后后来发现我做不到，然后就继续回男厕，所以我基本上出门前一定要先尿。对。家人有没有传讯息跟你恭喜啊？有，他们都有来看。他们都有到现场吗？对。爸爸妈妈都有来。对，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小妈，还有我妹。对。有跟他有碰到面了吗？有。有。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听说他们是都爆哭了。对啊。全家爆哭。哭了。所有的人都哭，只有你没有。对，完全没有哭。他平常就很难哭嘛。真的是没有在哭的，我就没在哭的。有情伤而难过。有难过过，但也没在哭。不过我觉得，坚持做自己，对。然后，其实我看到很多，因为我以前都是做幕后，然后很多人就是会以利益为取向，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梦想的职业。可是其实很多像我以前或者是年轻人就会不懂，然后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然后我不想要成为一个自我满足的人，我不想要觉得我很厉害了，或者是什么。我想要保持坚持，我一直有野心，一直想要更强。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他合唱，因为不敢。有小朋友帮他写歌吗？有，我会想要帮他写很适合他的歌，但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写出来的东西还不够有那个经验跟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深度。我想要写出，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很有深度的东西，然后我想要写出更贴近、更深刻的文字。我觉得歌词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要写出一个可以真的很厉害的东西再给他唱。对，他有透过我的经纪人跟我说他爆哭，对，然后我没有哭，对吧？就他从我在试妆的时候就有打电话给我，就是叫我不要想太多，然后做自己就好。就是他从我们做专辑到现在，他从来没有真的叫我去做什么我不想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写什么歌他就做什么歌，他就喜欢。然后每次只要拍完一个 MV 或什么，他一定会先问说我喜不喜欢，对，超赞的。因为其实从今天下午我们在决审的时候，那大家知道我今年身份又比较不一样嘛，然后其实文化部的规定是，我的身份今天是没有投票权。那实修的这个项目呢，我又主动要回避，所以回避的话，它等于是既没有投票权，也不能讲任何一句话。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但因为我是主席，我就看着那个电脑大家在投票，然后就看着那个持修的票数、别人的票数、持修票数，我就这样。然后呢，当然一定私信就是希望它是最高的嘛。然后开始想说最高我要怎么讲，我要怎么解释，我要怎么跟网友解释我的清白。然后呢，但我后来想，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坦然、非常无愧于心的一个比赛跟投票。那持修赢了，
我比谁都高兴，我没有什么好避讳的。